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甚至将你身边不管是电视节目或者是收音机，我们都能够将它转为静音，或者是离开你在可以影响到你敬拜聚会的地方。我相信都是让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来亲近神。邀请你，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一个今天聚会之前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用一颗单单爱主你的心，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让我们忧心操烦的事情，愿主你都能够亲自来挪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蒙神你的喜悦，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所赞美的话语都能够成为馨香的活祭。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主祷文，也是主教导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如何学习来亲近神，就是要透过更多的祷告，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能够摆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如果能够透过祷告来更多的认识神，神要加倍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这样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爱我们的心，要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称他我们天上的父。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尊主的名为圣，是圣洁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愿意用清洁的心来敬拜他。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你也要教导我们学习，能够赦免在我们身边周遭的朋友，因为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能够免了人的债。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活祭，称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要带领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乃要叫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让我们透过奉献能够再一次用我们行动来回应神，神也要加倍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的产业上。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主的面前，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
牧师在这边来消息报告，在我们教会为了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灵性生命操练上能够更加的蒙福，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了解在我们信仰里面的真谛是什么。我相信有很多信仰名词特别像重生主的救恩，很多名词可能刚信主的人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信仰门徒装备的训练工作，能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去年在2023年刚落户的弟兄姐妹朋友，能够一起来做门徒训练的操作。那期待不管是你有没有是去年落户的，或是去年转籍的之外的弟兄姐妹，牧师也鼓励你，如果你是只要你是期待能够更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每一位朋友们牧师都邀请你，欢迎你都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大桥教会的门徒训练工作。在我们的公布栏1楼的地方，我们再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先从袖珍小组、冲送小组还有慧宴小组，我们来轮流，每一个小组能够轮流操作每月的这个抄写圣经在1楼的公布栏的地方，只是抄写这个一句的金句，作为我们每一周不管是青少年朋友进出教会的人都可以阅读的一段金句。好，那牧师也期待能够用这种不一样的方式，能够在每一个人进出教会当中都能够看到这段金句圣经节。在我们2月10号，我们新春礼拜，我们是选定在礼拜6的时间。那我们礼拜天的主日礼拜，我们暂停聚会，也请各位弟兄姐妹朋友能够安排大家自己的行程。在我们2024年的2月25号，我们要召开定期会员合会，也请每一个小组牧区同工团队都能够预备好，在2023年的会计报告，还有相关的事工报告，还有今年度的相关的活动跟预算，也请大家能够交给这个子安弟兄。那么我们在我们在2024年的会员合会当中，我们会做补选1名执事那我们在小会当中也推荐这个李新天弟兄作为我们的补选执事的人选，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新天弟兄来做祝福代祷愿主能够保守每一个愿意奉献心志，将他的生命交托给主，来做神合用的器皿。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会用好几个礼拜来跟大家分享主的祷告文。那我觉得大家都会背主的祷告文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祷告文里面，我都觉得每一句话似乎耶稣在讲的这个主祷文里面有非常深的内涵跟内容，需要让大家一起来预备心而不是单纯的照表抄课，就好像我会背，可是我并不晓得它这个主祷文里面的内容所以牧师期待让我们用几周的时间，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也期待当我们下一次跟别人分享主祷文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怎么去操作那牧师想要问各位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就是到了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对吗？那我们来敬拜神，你觉得每一次的聚会跟敬拜当中，我觉得上帝会帮助我们要去明白，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他的什么，他对我们启示了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了解到到底今天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这个叫做启示了。那么我们会透过敬拜，透过聚会里面，我们会感受到好像有人非常热情，有些人特别的沉闷，或者是有些人特别的开心喜乐。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他是会透过这一场敬拜当中，不管是诗歌，或者是每一个人所献的诗歌或唱的声音，会带给你的生命会产生动力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我觉得进到上帝的面前，还会得到一个福利，叫做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生命去行善，勉励我们的生命行善。那么我们牧师想要先告诉大家，除了我们要跟神祷告以外，我们要先了解到，一个进到上帝的面前在敬拜神的人，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怎么样从神的话语去明白神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今天一起来先来看一段圣经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我们知道大祭司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治理上帝的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幔子是什么？过去这个犹太人他们进到这个至圣所，圣殿里面，他们敬拜神需要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后面有祭司，所以这个祭司的工作就是透过把人所需要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呢，这个幔子是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不需要透过这个幔子的，而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到来，就是透过让我们人明白，当时候的犹太人知道，不需要透过这个幔子，而是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稍微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真理。22节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开始牧师讲到19节到21节讲到，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刚刚牧师有讲到，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怎么样？施恩宝座前敬拜他、尊荣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他的启示是什么，而且激发我们生命的热情动力，还有勉励行善的能力。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好像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是有教导的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就在想一个基督徒当他到了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他不能喜乐？为什么他不能活泼起来了？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人会有许多的那种幔子一样，好像在阻隔你跟神的关系啊？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我们亲近神，当希伯来说，他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啊。什么是坦然？叫做他台语你来看很有趣，他写确信跟勇气啊，很有趣。你可以透过台语可以了解说这个坦然，可以更具体的明白原来我到上帝的面前是更确信而且有勇气的。当牧师说你跟旁边的人笑一个的时候，你可能原本你不喜欢笑，可是因为你确信这个牧师他鼓励我，我要用喜乐的心跟我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你知道那个是确信，那种是一种勇气。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进到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透过他，我们不需要那个幔子，我们只要坦然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呢，22节到24节，他也明确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不用有所亏欠，因为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得以能够坦然的，咱用那种洗清气啊，被洗干净了。23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彼此要怎么样？要彼此鼓励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有没有？刚刚牧师有讲上帝让我们到他至圣所，我们是要得到启示的，而且我们还要怎么样？要激发这个热情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要有爱心，对不对？我们要能够鼓励人嘛，所以我们还要能够做好事哦。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真理跟外面的信仰不同。外面很多人的信仰都说你们基督教跟我们都一样了，行好啦，行善啦。我觉得不是，不单单是如此。是从人的生命的改变开始的，而且这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
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待会我们看到，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有那么容易吗？我觉得我们不单单在教会时常都会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我觉得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那种生命的这种看着神的那种态度是不同的。好，所以我牧师先从希伯来书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聚会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必须要明白几件进到教会的用意。第一个，我们要靠主的爱，对不对？主为我们牺牲，流他的宝血嘛，20节里面所谈的嘛。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进到教会的态度跟心态嘛。22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台语说，咱得用真诚的心啊，真诚的心啊，坚决的心啊，清气无亏欠的良心啊。甲什么？台语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不一样哦。有些人他说，我伫天你的杯管，你的名行，你的口灵搞，你的记忆你讲。他根本就不会去想他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得着清洁、清气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牧师今天虽然说我们主题说我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主导文的一开始，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先明白进到教会的态度跟心态是什么。你要有清气，有真诚的心。知影讲我是一个清气的人，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牧师在讲道前我先认罪呢？因为如果我没有先清气，我没有认罪在神的面前，我讲的道是没有办法扎心的，是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进到教会的面前，我们进到教会，我们一定要有态度跟心态，一定要有诚心、坚决的心志，坚决的信心，而且没有亏欠的良心呢，清洁的生命。好，第三个，我们进到教会的盼望跟行动跟应许是什么？23节他讲到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啊，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觉得你信主之后，你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有生活的困难？会不会？会啊。工作会不会有困难？会啊。牧师不是以前没有工作的困难，我曾经从台中车祸以后，我回到台南。每次我只要暂停了我的工作，都暂停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没有教会。然后每一次人家要来找我的时候，希望我有机会去他们教会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话：委员，你身体好了吗？因为我车祸过，我不晓得，我只能够透过祷告，神的话告诉我，我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上帝。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他是信实的神。他为你预备，他是信实的神，他会为我们预备。所以进到教会的行动、盼望的行动跟应许，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阿们。我们的心就不会动摇。所以我们的行动跟应许是不能随随便便改变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我们必须要明白进到教会的持之以恒的参与聚会。所以25到26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嘛，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总要彼此勉励嘛。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我们要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当他有困难、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宣告说：主啊，让他能够恢复，有机会能够亲近你。但是我恳求你帮助他，让他有加倍感动的灵。如果他没有感动，他没有想要亲近神，有些时候那个痛苦跟病痛会在他身上一直没有办法让他一直来亲近神，这是真实的。所以，但是有些人他是真的很渴慕，所以我也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人在那个困难当中无法突破？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祷告有没有能力？实际上是要有能力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有困难，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祷告？为他祷告，甚至去检验这个人他的祷告。我觉得不单单只是一种认知因为我爱上帝，因为我懂得感恩，不单单是这样，而是要操练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应该大概稍微了解到，
上帝的灵透过每一次我们参与敬拜、分享主的话语，甚至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的启示是什么。这是亲近他的人。还有什么？我们要激发出生命的热情的动力。好，不管是你的温柔，温柔有没有动力？有哦，温柔会帮助人哦。但是你不要生气啦。有些人他的温柔是很容易能够帮助别人，让别人的情绪缓和的。所以那个就是动力，能够帮助人。这个帮助的行动就是一种行动了。他不只有动力，那有动力去行善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来明白，不单单只是来亲近神、持之以恒的参与聚会，然后明白牧师所讲到的这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很重要。马太福音5章到7章里面都在讲这个有关怎么门徒训练。所以有人说门徒需不需要训练？是需要的，单纯读经是不够的哦。读经要不要训练？也要。有些人他不懂得，不知道怎么翻他不知道你讲的那句话是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怎么翻阅圣经。所以门徒训练有很多，但圣经里面其实有教导一些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从登山宝训里面，从8福门徒要如何做光做盐，主来的时候要成全律法，献祭和好，很多这方面都是门徒训练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主的祈祷文，以前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几个工作，就是从马太福音如果有机会你身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6章，第6章5到8节，牧师这边也有。好，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面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从5到6节，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他特别谈到祷告是用内心，不是外显的工作，是与主交通的关系，而不是做给人家看。甚至他也讲到，我们进到内屋的祷告，不是要故意让人家看出我祷告是多么的敬虔。那么问题来了，那么我们在教会是不是进到内屋的祷告吗？我也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带领人祷告是帮助人明白，其实祷告很重要，能够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1个礼拜不要只有牧师为我们祷告，1个礼拜不要只有牧师为我们祷告而已，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要操练你的祷告，你要怎么样祷告，预备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好，第7节，如果你注意看，其实你也明白，他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讲了很多重复的话。耶稣他特别教导我们，祷告在内容上要发自内心好，而且出于真诚，用自己的话来向上帝祷告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用重复的话，当然，我觉得你可能会说，牧师，我是很真诚的呢，只不过我的那些话比较重复性比较多啊。好，但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他是跟神有非常真诚的关系，他讲重复的话，可能是那种迫切。好，不单单只是一种我们不是在质疑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重复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了解到，其实这段话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我们祷告不能够把主导文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种重复的话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只是教导做我们一个范本。我要再讲一次我们大部分祷告都会说，讲祷告完就想说，怕会有不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说，最后我们一起来用主的祈祷文来祷告。好，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这样可行吗？懂我意思吗？或许只是在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用主的祈祷文来祷告，可是我觉得主他是在教导我们用一个范本。今天我们要好好去探讨，为什么主他讲的只是一个范本，
不是要我们按表操课，只是会这样念，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觉得，如果单纯只会这样念，那到底你心里面你的问题有没有带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个大问题，有没有？就像我时常教导我的孩子哈，我要吃饭前哈，吃饭前，我伫天里的杯玩，那个啥，我感谢天父赏赐美女，尤其世间未在大先，甲主感谢基督靠主阿门。念久了，我的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他说他不知道。我牧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主的祈祷文让我们成为就像这样的关系，那你觉得这个祷告有用吗？我觉得就没有用了。所以牧师在讲说，耶稣他在指的就是这是一个范本，不是要让我们用这样的话时常在用这样来祷告，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我们只看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一开始门徒他祷告说这样如此，好，所以表示耶稣他是提供一个正确的范本。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子，像这样来祷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祷告不代表我们就是这样用嘛，就是说这个骑脚踏车要这样骑，好，不见得你每次都这么骑，有时候你会快嘛，有时候你会慢嘛，懂我意思吗？你怎么说原来我爸爸就教导我就是这样骑就好，那我就这样，其实都很慢。好，后面有人在跟你讲了，你要靠边，你也就我就只这样走，不行，不能单一的，你要学习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先从祷告的对象，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代表的是什么？指大家而非个人。好，它指的是属众人的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父是谁，属谁的？属众人的神。所以有些人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祷告，我曾经遇过，他在祷告里头都很，我说请你带我祷告，他祷告里面就只有他自己，他好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一样，这是真实的。所以你会了解到这个人他所认定的这一位父神，是单纯属他自己的，不属任何人的。接下来我听他的祷告里面的内容更奇妙了，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所遇到的那一个人，让他认罪悔改。我说哇，懂我意思吗？你了解那个端倪了吗？当他认定的这位父神不是属众人的神，他的祷告里头会非常的自我，求主只是为了为他能够斩除那一些跟他有伤害的人。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完全不了解这位父神是属众人的神，在他的祷告里面不客观，会充满了主观。所以在祷告里头，你觉得充满主观的祷告，神会喜悦吗？很简单嘛，充满主观的对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很偏激、很主观、很没有爱心。所以我觉得在祷告里头，其实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我通常不会说主啊，你是爱我的，爱我们的神，你是众人的主，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是创造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的主。所以在我祷告里头，我会时常往这个方向去讲。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天上，好，在天上叫这个阿拉诺斯这是在希腊文里面指的是天空、天堂的意思。一方面，它表达父神所在的位置，在天上，在天堂的位置是人所不能到达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它表达的是上帝他的地位跟能力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情：上帝的能力比我们怎么样还要强大。那我们依靠他的心要怎么样？你要相不相信啊？你相不相信这位父神是创造的主啊？我们是被造物啊。所以我觉得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几个圣经节有讲过的话。诗篇90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一个人祷告我们在祷告里头，其实我们可以去，有些人说牧师怎么祷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去认识这位上帝，就是透过万物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你们基督徒祷告，你们都是怎么祷告的？我们要想我们要做主的同工，不管是长老、执事做牧者我们都要时常预备好很常人家都会问我们你们都怎么祷告，对不对？这个问题是蛮常遇到的甚至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门徒训练工作人家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你们祷告是怎么祷告啊？我们要门徒训练开始也要祷告结束也要祷告那如果每次都是新天老师都是你祷告，你一定会开始觉得说我要开始来找哪一个的这个会友弟兄姐妹，换他来祷告，操练他，懂我意思吗？所以很有趣。我们基督徒要去明白，诸天表明他的公义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说，世界万物我们所看到的，都表明上帝他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人如果破坏了世界大环境，大自然会不会反扑？我们都现在的用词叫大自然反扑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上帝他公义显明的时候，对吗？所以人不是全能的啦，人可以创造，可以改变，可是人无法各项事物都能够兼顾，而才能够让万民看见他的荣耀嘛，对不对？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神，他才有办法让我们万民看见他是公义的神，是荣耀的神嘛。好，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来看诗篇113篇4节，来，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说，在天上的父是充满能力、大有盼望的那一位，充满能力的、大有能力的，值得托付、被人信赖的上帝时，你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所仰望的对象是谁，是不是值得托付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想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上帝都是值得我们托付仰赖的你看从旧约先知的角色，先知不就是在讲吗？都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靠其他国啦，来攻打哪一国啦，要靠谁？靠上帝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明白神的真理，一定要让他们去明白、体会到上帝的能力如何，上帝的能力怎么来，上帝他如何让我们感触到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里面所表达的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美国新约一个福音派的学家戴伦巴克说过一句话，说信徒可以用使人爱慕的称呼阿爸来称呼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但是我们不应该以没有感受的熟悉感来使用这个词，而是要更充分认识他的威严呢。上帝的威严如何在你身上显明？如何在我身上显明？如何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上面显明他的威严，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存在？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牧师时常说我们要做见证？为什么？因为做见证就是让我们看出神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作为嘛。好，我们大部分我们很难去讲上帝的作为，我们习惯单纯圣经里面有的，我们只谈圣经。可是我在想，圣经既然有的，难道现在人没有显明上帝的威严吗？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圣经有的，现在有没有可能也有？有啊，对不对？昨天牧师娘突然间跟我讲说，牧师，世界末日是不是感觉要到了？我说你怎么会突然间跟我讲这个？牧师娘，你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单纯嘛，他也不会去想这种东西的。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说你看啊，火灾啊，地震啊，我说对啊，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到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公义的显明的记号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我就跟牧师长说，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要多传福音啊，有很多人都还不认识这位上帝啊。
所以上帝显明，上帝的威严显明要做什么？懂我意思吗？不管是圣经的故事也好，或者是现今的人的见证也好，到底要做什么？不就是要让人明白，我们要去告诉他，有一位上帝，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唯有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明白我们是他的儿女，是神所喜悦的，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去明白。所以我们从上帝的角色跟我们的角色，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几个问题。第一个，上帝他是创造生命的主，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赋予生命的。而上帝他是供应者，而我们是领受者。上帝是赏赐生命的气息，我们是吸收气息啊。上帝是提供禾场、提供产业的，我们只是在其中生活而得粮食啊。好。就像牧师也讲哈，牧师不是永远都是在我们大桥教会呢。有一天我也会老呢。这个礼拜我去开会哈，有一个牧师他已经58，我听他说，我说牧师啊，你几岁要退休？他说我65岁我就要退休了。哇，他是一间很大间的教会，他也很会牧会，很会传讲神的话。可是我听他讲说，我65岁就要退休了。他觉得我去到哪里都可以讲神的道，都可以去传福音，我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他让我的眼光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一生当中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所以他去到哪里都可以传。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跟上帝的角色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他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它表明了我们跟上帝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不要依靠他、仰望他？要，好，我们要依靠他、仰望他。那有一个静心之祷啊，就是说安静心的祷告指的是什么？叫做祈求。祷告到底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到底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为什么要祷告？要怎么祷告？这个静心啊、安静心的祷告哈，指的是什么？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静心祷告叫做祈求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好好带回去，好好想看看，到底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哪些是我们过多的祷告，而是不应该可以改变的，而我们时常在祷告这一些事情，还是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可以带来生命祝福的，而我们没有去祷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在祷告当中我们怎么去想？因为懂得分辨的人，我们才可以得着我们生命的掌控权。你现在听牧师讲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牧师总会说生命的掌控权？其实说真的我们人很难有掌控权。怎么说？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小 baby 的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他肚子饿了，他会哇哇大叫。然后他就会希望爸爸妈妈知道他肚子饿。上次牧师有讲到说，我的孩子时常很难控制，有没有？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真的，我们因为他不会讲话，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而我们有所忽略。所以一直到小 baby 他100%顺的，当我们教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后来发现，孩子越来越长大了以后，怎么教都教不动有些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我觉得人要掌握什么？人没有办法掌握。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属神的。再跟他说，神会负责。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角色叫做控制大局啊。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控制自己，并负起责任，对不对？包含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要怎么控制自己，负起该负的责任，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保持自制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简单讲一个，牧师过去有讲说我的脾气不好，对不对？我跟牧师娘其实磨了很久，磨了快10年、9年了，9年了。9年的过程当中，我的个性才越来越柔软。而且是在这近几年我才认识到的问题。所以你看前几年有这么多年，我们都时常生活在，有时候时常吵架，而且我还是照常站上去讲台再讲道啊。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哇，主啊，赦免我，真的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说：“你们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注意下面那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是什么？圣洁，圣洁才被人尊崇嘛，对不对？愿你的姓名受尊重，这是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哦。好，愿你的圣名是圣洁的名，这个神是圣洁的，他是配得被尊崇的。但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3个重点。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啊，有没有？我们知道什么叫妄称？简单讲，妄称叫做乱说啦。有些人他应该恭恭敬敬的说上帝的名，可是他是怀着敬畏的神的这种心来称呼他，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可是很多基督徒是妄称上帝的名，对不对？他行为跟他的祷告是不一样嘛。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可是你看他的行为，就是这个就是要乱说了啦，这样懂吗？所以为什么牧师，为什么我时常在教导，特别是这我们圣歌队，因为圣歌队里面的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唱的歌，你可以说哇，你很感动的唱歌，可是人家在跟你讲话，从你的行为上都可以看出你是人家跟你引导他不听的。那你就会知道他的讲的话，他说他称呼上帝是假的，这叫乱说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口里祷告，心里面如果你已经漫游了，我要告诉你，那你刚刚讲的那就是乱讲的。好，所以请大家留意心里面当我们嘴巴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用心，要安静心，要跟神说：主啊，这个时候我要清醒过来，我要专注，对不对？你要认自己的罪啊，不要随便乱讲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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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在祷告是乱，我觉得那是一种妄称上帝的名。祷告是要认真的，不可以随便。好，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要乱讲。耶稣在表明的意思是说，人不要随便妄称上帝的名。第二个，不可以利用神的名。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4章里面讲到一个，当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但是以色列人战败了，所以他们想把上帝的约柜抬起来，用约柜来帮他们做征战的工作，战争了。可是没想到，上帝的约柜反而被人家带走了，掳走了。所以神的约柜不但没有给他们帮助，反而被抢走的。其实不是上帝的约柜没有能力，不是上帝的名没有帮助我们。也不是主耶稣的名没有功效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乃是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的行为不好。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信仰状态不好，献祭非常的世俗化，甚至他们有拜偶像的事。所以当时候当他们说抬起约柜要做征战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应许吗？没有用。所以我要问各位，刚刚牧师有讲到，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渴慕来亲近神，用一个求神来启示我该行的道路，让我的生命可以激发出热情来行善的能力，带出有果效的能力，你觉得生命会蒙福吗？不见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从圣经里面，其实上帝的名跟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的行为若是不好，偏偏却又要利用上帝的名，这样是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同在与帮助。懂我意思吗？这是我确信的，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所以有些人他做坏事，不可以再抬起上帝的名啊，说我是基督徒，我做生意绝对不会骗人。有没有看过？有基督徒这样他说我是基督徒嘞，我不会骗你啦，这个绝对对你有好处啦。有没有？有啊，有这样基督徒啊。这个就是什么？利用上帝的名嘛。我是基督徒啊，很危险哦。他若真的有好的行为，他有好的信用，我相信他的生意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很丰收。
有的人他去赌博他也曾经说，我奉耶稣的名我丢下去这个骰子看能不能一次让我得到很多钱我一定会奉献1/10给教会。这个叫做什么？这也是利用上帝的名所以要小心，这个要留意。第三个，不可以亵渎上帝的名。当我们说管你的名行，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可亵渎上帝的名。罗马书第2章21节到24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上帝。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圣经上所记，经上所记。假如我们的行为不好，上帝的名也会因为我们而被亵渎。所以我们必须应该要行出好的行为，让上帝的名得荣耀，这才是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彼得前书2章22节说，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不是说后面那句话底线的你们要让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能够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不是单纯这样讲，而是应当品性端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也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一起在奉主的名，我们在祷告里面能够尊主为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来成为馨香的活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尊主你的名为圣，我们要打从心里面，打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认定主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你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圣洁清洁的生命，来为主所用。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许多的引诱、犯罪、欺骗跟污秽，任何种种不属神的，我们都恳求你离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交托仰望神，能够在你的面前为主你的国度，为主你的福音，为主你的教会，为主你所要我们所传递的福音来努力。愿主你也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跟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献上感谢，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每周6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敬拜神。愿主赐福大家。好。